我出嚟做義工嚟講，我初心就係想用我能力幫到人啦，將我嘅經驗啦帶俾佢哋啦，有困難嘅家庭啦，用同理心咧去幫到佢哋。我有陣時見到好多老人家咧，佢哋好唔開心，所以我希望佢哋帶到俾佢哋開心同埋幸福，自己又開心，佢哋又開心，所以我就想話咁樣做義工啦。其實做義工嘅初心喺我讀中學嘅時候已經有㗎啦。呢份初心推動住我不斷前行，嘗試更多唔同類型嘅義務工作。所以我加入咗唔同嘅機構做義工，繼續服務社會大眾。豐盛人生對我嚟講，唔係我擁有幾多，而係我可以付出幾多。無論係我嘅時間啦，我嘅才能啦，我嘅財富啦等等，嗱呢啲嘅付出就正正係為我帶嚟安穩同埋滿足嘅感覺。呢個就係幸福最主要嘅因素。退咗休之後，我喺參與義工服務嘅過程裏邊，深刻體會到好多長者面臨嘅生活困境，需要我哋嘅關懷同埋支持，啟發咗我內心嘅強烈嘅使命感，令到我希望喺人哋需要嘅時候，能夠伸出援手，為佢哋帶來溫暖同幫助。